咁而今次唔係以遊戲嘅角度去解說啦，而係一個可能係一個投資嘅角度去講解啦，係啊，咁只係一個另一面卡牌遊戲嘅另一面嘅情況啦。咁首先啦，咁卡牌遊戲大家都熟悉噶，Pokemon 啊、遊戲王呢啲都係一啲好歷史悠久嘅卡牌遊戲啦，佢哋都係主要係可以用嚟參加下一啲比賽啊、玩啊，係啊。咁另外咧，有啲人會一啲可能會收集佢嚟做一個收藏嘅用途啊。咁仲係就係有部分人就好似會而家市場開始興起咁樣投資啊，當一種投資物咁樣做嘅。咁好簡單啦，參加遊戲同埋呢個參加遊戲玩嗰啲其實好簡單，就係作為一個 game 啊咁樣，係大人小朋友都玩得嘅一個遊戲啊，係啊，咁好熟悉噶啦。咁另外就可能參加啲比賽，官方或者私人地方舉辦嘅比賽啦，咁坊間嘅都好多啦，係啊，一定係計 Pokemon 都可能都唔少地方有呢啲巨型嘅舉辦嘅大型小型比賽啊咁樣啦。咁而另外一個咁收集嘅用途啊，收藏咧，咁有啲人可能會收集佢嗰啲嘅稀有嘅卡牌啦，咁可能一啲難攞到啊或者難知道嘅地方先有嘅卡牌，佢哋都希望收集到啊。咁或者可能係成個系列嘅，可能佢今次呢個卡包有35張卡，咁有啲人會希望呢35張嘅卡都會得到，用啲收集寶嘅方式咁儲落嚟啊咁樣啦，成本冊咁樣都會見到佢好多嘅卡嘅。咁最後啊，就係今日比較重點嘅地方，咁就係投資啊呢個嘅卡牌遊戲啦。咁首先啦，投資嘅卡牌遊戲，咁首先我哋要點樣做咧？就係要調查下可能市場有價值嘅卡牌啦，係啊。咁根據佢嘅角色嘅熱度啊，或者可能卡牌嘅稀有度都會受影響嘅。咁另外咧就係可能一啲我哋俾咗一啲鑑定公司鑑定出嚟嘅結果啦，咁呢啲都會引導嗰張卡嘅價值提高或者降低嘅。咁基本上咧，角色嘅熱度當然就係一啲可能大家比較中意嘅角色啊，所謂熟悉可能 Pokemon 入邊就比卡超啊、伊貝呢啲都係一啲受歡迎嘅角色啦，係啊。咁另外咧，咁一啲嘅地區啊、國家咧，咁都會係比較會有差異嘅。譬如可能香港嘅，咁多數啲人會收集就係女生角色嗰啲嘅圖案啦，係啊。即係 Pokemon 入邊可能女仔嘅角色嗰啲價錢就會比較高啲啊，高過男仔或者嗰啲 Pokemon 嘅卡。咁而外國咧就可能淨係主要係可能 Pokemon 啊，反而啲角色嘅卡片啊嗰啲咧就會比較冇咁有嗰個熱度啊，係啊咁樣嘅，所以呢啲都係有啲差異啊咁樣啦，係啊。咁首先啦，卡牌嘅稀有度有啲咩影響咧？首先就係可能佢攞到嘅地方。呢個係好影響個卡牌嘅嗰個價值啦。首先可能有啲係一啲地區嘅限定啦，可能近期喺韓國都舉辦緊一個嗰啲 Pokemon 嘅活動嘅，係啊。咁佢當中我記得佢係會有得到一張卡啦。如果係參加個活動，咁而嗰張卡如果你喺香港售賣嘅話咧，咁暫時都係要成300幾或者500幾蚊港紙就差唔多嘅。咁而另外一啲可能係一啲比賽限定嘅卡啦，係啊，咁可能係一啲你參加咗比賽先可以得到嘅卡啊，呢啲咁唔單止可能你要贏咗比賽之後，佢俾嘅卡包入邊可能入邊嗰個系列有成3張，可能你要中咗比較受歡迎嗰一張，咁先會有價值啊咁樣咯。其餘嗰啲嘅價值就會冇咁高，呢啲都一啲比較嚴重嘅稀有度嘅嗰個影響啦。咁另外一啲卡包嘅發售情況啦，咁開發商咧，咁佢都會為咗保持個新鮮度啦，咁佢都會不斷咁樣製作一個新嘅卡片啊、新嘅卡牌啊，係啦，咁每一季啊、每一年都會有幾款新嘅卡包呢個發售啦，咁而當中舊嗰啲卡包咧，咁就可能會因為世代而淘汰啦，咁呢啲都會影響啦，因為世代淘汰，咁可能一啲
比賽上邊已經唔可以用到呢啲舊卡啦，咁佢哋嘅價值或者消耗度咁就變咗係零啦，得翻一個收藏嘅用途，咁可能官方就會因為咁樣而即係停產啊，係啊，主要停產係啊，就會停產咗啦，係啊，咁就變咗市場上佢哋就唔會再有增加嘅數量啦，咁而剩低嘅卡包嘅價值咁就會有影響啦。咁第三個咁可能有啲特殊嘅情況嘅，咁呢情況就可能再比較少見啲啦。咁首先就係可能啲官方即係製作上嘅錯誤啦，咁可能官方喺印刷上邊唔小心將一啲卡牌當中一啲字眼或者一啲內容打錯咗，印刷錯咗，咁最基本就可能一啲嘅文字上嘅印刷錯誤啊，將個 N 字變 B 字啊，或者可能一啲用錯顏色印刷啊，呢啲都會係一啲影響佢嘅價值嘅。咁仲要可能係比正常版本嘅卡片係會更加高添，因為佢嘅價值，佢嘅稀有度係少嘛，少過你正常卡片嘅稀有度，所以佢就會變咗一個，即係個稀有等級會變咗一個係更加高嘅情況咯。咁同埋有啲活動可能會有啲人會帶張卡俾翻嗰個作者嗰個創作者去簽名啦。咁而得到簽名嘅卡，你再去鑑定之後咧，咁就會即係價值會再更高啊咁樣。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典型嘅嗰啲影響稀有度嘅情況啦。係啊，雖然唔多，但係呢兩個嘅特殊情況都係會影響翻嗰個收藏嗰個稀有度嘅價值啊，你嗰啲卡嘅價值都會影響到啦。咁而另外啊，鑑定嘅公司咁佢有咩影響咧？首先公司嘅認受性呢個好重要啊。咁一間嗰個認受性高同埋一間認受性低嘅公司咁比較起上嚟，就算你攞同一張卡去，咁兩間公司各自都俾呢張卡為滿分，咁稀有咁嗰個名氣比較高嘅鑑定公司咧，咁佢可以售賣到嘅價錢係會比較高嘅，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影響啦。咁另外就係同一張卡片，咁佢都會有其他人得到呢一張卡噶嘛。咁大家一齊鑑定之後，咁佢哋嘅滿分嘅數量有幾多咧？咁呢個就係即市場上嘅數量問題啦。係啊，咁如果市場上越多人有呢張卡滿分嘅卡咧，咁當然個價值會慢慢下降啦。係啊，咁就可能你同一張卡起初暫時得10張滿分嘅，咁可能市場上你賣緊5000幾6000蚊都唔奇啊。咁而家去到可能已經有100或者1000張嘅滿分卡牌咧，係啊，咁呢張卡嘅價值可能會由以前最高嘅5、6千降到可能得翻3000零4000，呢啲都唔奇。所以都係會呢個數量都係會一個影響嘅情況啦。咁第三就係佢哋嗰個鑑定公司俾出嚟嘅分數啊，都會有影響啦。滿分同埋唔係滿分，咁個價值都會有差好遠嘅。就好似以鑑定公司佢嘅一個係10分，一個係9分啦，同一間公司咁10分同埋9分嘅差距，當然都會已經有一個唔同嘅情況啦，咁樣。咁另外咧，咁就同大家講下啦。近期即係比較出名嘅兩間鑑定公司啊。咁第一間就係簡稱係 PSA 啊。咁佢全名就係 Professional Sports Identifier 嘅。咁佢咧係一間歷史悠久嘅鑑定公司啊，喺美國嘅。咁佢成立嘅年份咧就係1991年。咁而佢哋通常鑑定後咧，咁就一定會有一個專屬嘅包裝啦，咁同埋一個嗰個標籤嗰個編號嘅。咁啲標籤編號咁一定會有啲防偽特徵啊咁樣嘅，同埋就係佢呢個編號係唯一嘅，即係呢一張卡係呢一個編號噶啦，即係你手上呢一個編號係唔會有重複嘅。咁同埋你可以對應翻喺網上查翻佢嗰個編號啊，咁睇下係咪呢一張卡啊，同埋佢可能鑑定後其實個第一情況係點樣啊？咁做翻一啲可能呢啲嘅防偽工作，呢啲佢哋都會做到嘅。咁佢哋嘅評分咧就係
主要係以1至10分嚟標準啦，係啊。咁就佢哋係右上角嗰度編號嘅上邊係有個10分，咁就嗰個位就係佢哋個評分嗰個位置嚟嘅。咁而另外一間就係 BGS 係全名就係 Broadcast Grading Service 啊。咁佢係一間1999年成立嘅鑑定公司啊，都係喺美國嘅。咁一樣啦，佢哋都會有呢啲專屬嘅封裝啊、產品編號呢啲都會有㗎啦，一樣。咁當然你亦都可以喺網上查閲翻佢哋嘅編號啦。咁等佢哋可以做翻你可以睇翻一啲出廠嗰陣時嘅樣啊，呢啲都會有嘅。咁佢嘅評分咧就比較詳細啲嘅，係咁首先佢會有一個綜合嘅評分啦。咁而依個綜合評分咧係由4個嘅獨立評分嚟做一個各自嘅評分嚟做最後嗰個嘅評分嚟嘅，係呢度係嗰個總分嚟嘅，可以話。咁呢4個嘅獨立評分咧，分別會係會係針對翻張卡嘅對齊度啊，嗰個邊嗰個角位啊、邊緣位或者表面嚟做一個嗰啲嘅嗰個鑑定啦。咁當然啦，同 PSA 係一樣嘅。佢PSA 當然都會針對翻呢啲情況嚟做一個嗰個叫鑑定啦，係啊，就好似就基本就係可能對齊度，就係張卡會唔會置中啊？係啊，定係會向左或者向右或者向上向下呢啲地方係靠咗一邊啊？咁有啲角位啊，咁就係啲角位會有啲係啲損耗啊、磨損嘅情況啊，呢啲係啊。咁跟住之後仲有一啲可能邊緣嘅位置都係一樣啦，會有一啲係呢啲嘅損壞情況啊、損傷啊，呢啲都會係影響到嘅。咁同埋表面嘅話都係一樣，都係一啲可能印刷上嘅字眼啊，跟住或者係一啲用一啲係嗰啲污糟啊、污漬嘅地方啊，或者可能一啲係受傷啊，呢啲都會係有一啲嘅影響評分嘅標準啦，係啊。所以就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會需要好仔細去判斷嘅地方嚟啊。咁另外就可能一啲係比較無法還原嘅損失，可能一啲呢啲印刷出貨嗰陣時，官方嗰邊印刷上嘅呢啲損耗嘅都係會影響啦。所以就佢又唔係咁容易攞到滿分嘅。咁所以咧喺市場上其實佢哋會有啲唔同嘅價值嘅，係啊。咁首先比較貴啲嘅，咁就係呢個 BGS 10分，係啊，咁就用黑色 label 嘅。咁呢個黑色 label 咧，其實主要就係佢所有嘅獨立評分都係10分，係啊，咁佢就會得到一個 label 啦。咁係 BGS 入邊評分最高嘅嗰個滿分嚟嘅，係啊。咁價值咧，基本上一張呢個卡你可能要去到5位數啊咁樣嘅嗱，一張卡。咁而另外第二季咧，就可能係 PSA 10，就係 PSA 嗰間公司嘅滿分啦。咁佢哋就係主要個價值可能去到5-6千蚊，係啊，即係會比較比嗰個 BGS 黑 label 就會平啲，係啊。但係當中你 PSA 10同埋 PSA 9咧，佢哋都會相差，可能都會有幾千蚊嘅價值差異啊，所以個價值都係唔差嘅。咁而第三個咧就係 BGA 同樣都係10分，但係佢個 label 唔係黑色，而係金色嘅 label 嘅。咁呢個咧佢就最少一定要有3項獨立評分係10分啦。咁一項咧可能係得9.5分，係啊。咁樣咧，所以佢個綜合評分都會一個10分嚟嘅。但係因為佢唔係BGS 呢間公司最高嘅評分，所以價值上咧就冇嗰個黑 label 咁高。同時間就係可能嗰個價值係只係會同 PSA 10有一個差唔多嘅情況，差唔多價錢或者比佢再低啲嘅價錢都會係有可能嘅。係啊，咁詳情呢個可能要了解下咯，係啦，因為佢嘅評分其實佢哋兩個嘅評分好接近嘅。咁當然啦，投資一定有風險㗎啦，係啊，投資嘅風險其實都完全都唔細。咁
首先啦，我哋會有出現呢啲假嘅卡牌問題啊。咁嗰啲不法分子，佢哋可能會製作一張假嘅卡啦，係啊。咁會模仿得好似，特別係價值好高嗰啲卡，佢哋會更加會模仿添。係因為佢哋呢啲可能你用平價賣出去，人哋都可能有機會即係買啊嘛，即係見貪平而買咁樣，你就會中咗呢啲陷阱咯。咁可能買嗰陣時，就首先要可能要睇張卡嗰啲嘅折射先啦，因為通常假嘅卡，佢哋光線嘅折射會有同真嘅卡會有好大嘅即係異常啊、差異啊。咁而另外就係、可能佢哋會有啲好臭嘅膠味啊，係啊。咁因為就係佢製作嘅時候，咁需要用到啲可能一啲膠去做一個黏合嘅步驟啦，係啊。咁同埋為咗嗰個卡比較仿真度比較高啦，佢哋可能會用一啲相同嘅卡背，即係卡嗰個背脊咧，咁同一個系列嘅嗰個背脊卡嘅背脊咧，係啊，咁就用翻嗰啲卡咯。但點知可能係將一張唔好廢卡，因為大家卡背一樣，佢哋會黏咗呢座假嘅卡面上去，咁造成一張可能係稀有卡啊咁樣。呢個亦都係一個風險嚟嘅，所以就要小心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假嘅鑑定卡咧出現嘅市場㗎。咁有陣時可能喺一啲地方、一啲市場，你會買到一啲 PSA 嘅卡殼啊咁樣啦，係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去交易嗰陣時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因為佢哋可能買嗰陣時，你要 check 清楚佢哋嗰啲房嘅特徵係咪已經相符啊？咁另外就要睇翻就係、有冇人做過一啲手腳，可能一啲係可能個盒有冇做過一啲嘅打開過嘅情況啊？因為有陣時佢哋會可能將個盒打開，即係用啲工具嚟佢可以話係爆開嗰個盒啦，跟住然後再用啲黏合劑合翻埋佢，咁做到好似張卡就係真嘅一樣嚟嘅，係啊。咁當然，所以就呢啲都要小心啲啦。另外就係個編號，由於都會可以俾人模仿到嘅，所以就係我哋可能有啲賣家買賣嗰陣時會特登將呢個編號做一個即係做一啲步驟，令到佢喺網絡上嘅圖片，佢哋又唔會顯示到呢個嘅卡嘅編號啊，咁防止呢個被假冒嘅風險啦。咁當然就係一啲卡牌嘅熱度，呢個都會受影響啦。咁可能初一出呢隻卡嗰陣時，佢嗰個卡牌就好受歡迎嘅，可能去到價錢亦都有可能係5、6千啊咁樣嘅。但係隨着慢慢呢個時間嘅流逝啦，咁呢張卡可能個熱度首先就可能係有新嘅卡代替到佢啊，二係佢嗰個角色嘅喜愛度咁開始下降啦。咁市場嘅風氣咪下降咗，咁可能以前5、6千嘅，咁而家可能會降到1、2千，呢啲都係一啲會有虧損風險嘅情況啦，係啊。咁其實講咗咁多呢啲卡嘅投資咧，會見到其實而家市場上就係多咗好多人會即係會買呢啲卡啊，鑑定呢啲卡啦，係啊。咁當中其實我哋會有啲問題係會引發咗出嚟嘅。咁會係咩問題咧？首先就小朋友會增加咗佢嘅負擔啦，係啊。咁由於就係好似 Pokemon 卡咁樣，而家全城都係呢個炒賣風氣嘅時候，咁小朋友佢哋可以付翻到嘅會係增加咗咯。係啊，可能以前佢哋可能只需要可能20蚊、10蚊已經可以買到一盒或者一包卡，咁而家可能要去到過百蚊先可以買到。咁其實呢啲都係增加咗一啲即係其他小朋友嘅負擔啦，係啊。咁而我最近去日本啦，嘅情會見到話一啲商戶其實佢話可以賣呢隻卡，可以賣卡俾你，但係個規定係要小學生左右喎。係啊，佢哋會直情需要用到一啲嗰啲嘅咩，直情需要用到一啲規限啊，咁嚟保障翻一啲小朋友係可以玩到嘅卡牌咯，係啊，而唔係全部俾晒所有大人啊，或者一啲可能啲有財力嘅人全部
攞晒炒埋，佢就會做翻一啲嘅嗰啲保障工作，等啲小朋友都會可以買翻到正常嘅卡啊，唔需要做到呢個情況啊。咁第二就係會有一種好浪費啦。咁大家都知道啊，卡牌呢啲卡牌遊戲當中，咁有好多卡其實都係一啲做人冇咁靚嘅卡啦。咁而啲卡通常就係俾人用嚟玩啊，用嚟打比賽嘅卡啦，係啊。咁好少可話會用嚟收藏噶嘛。咁其實當中啲卡，如果係落咗喺啲鑑定家或者啲收藏家身上，其實可能呢啲卡如果係俾人用嚟拋棄啊，係啊。因為佢哋可能呢啲人其實我開個卡包就為咗最靚嗰啲卡嘅啫，係啊。咁而其他冇價值嘅卡，可能佢會點樣做？會拋棄咯，一啲係造成變咗一個垃圾咁樣嘅情況。咁呢啲都會係增加咗一啲不必要嘅浪費啊咁樣嘅，係啊。因為佢其實只要可能係佢100張卡入邊，我為咗得到呢一張卡或者2張卡，咁其他嗰啲佢就覺得係一啲冇價值嘅卡，就會因為咁而造成一個拋棄啊，或者可能一啲嘅浪費啊，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需要反思嘅問題嚟嘅。咁另外咧就會出現咗一個炒賣風氣啊，係啊。咁可能以前呢隻卡主要可能係20幾30蚊就有一包，但後期而家去到可能要係80幾90蚊，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情況嚟嘅。咁首先啦，係啊，咁同第一點一樣啦。咁小孩嘅負擔呢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就係佢呢個炒賣風氣，咁當然就會引起一啲可能黃牛黨啊呢啲炒賣家呢啲嘅情況啊。咁變咗大家都冇咁容易買到一個即係正常價格嘅卡啊。同時間就可能會做到某啲地方嘅價格會有啲可能啲失衡啊呢啲啊。咁就係第4點啦，就係佢哋嘅價錢啊嗰啲會好有一個平衡度好唔平均啦。可能我喺香港買日本嘅卡同喺日本買嘅日本嘅卡，咁可能會變咗，因為呢個炒賣風氣啊而受影響。可能變咗我喺香港賣800幾蚊，咁我去到日本其實可能都係接近800蚊或者700幾蚊，係啊，相差唔會好大。但同一時間就係變咗成個價格就會有一個好嚴重嘅失衡啊，係啊。咁呢啲其實都會係一啲即係我哋需要反思嘅情況嚟嘅，係啊。但就係即係我哋咁樣做嘅成效，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隱藏嘅問題啦，係亦都會可能要注意嘅地方咯，其實。咁就我今日就其實準備咗嘅就可能唔係咁多，因為始終可能都因為我病緊啦，所以就係我今日內容就可能比較少啲嘅，呢個就真係唔好意思，真係。所以我其實今日就完咗噶啦，因為我始終我都病緊，我啱中咗 Covid，所以就嗰個可能個體力唔係咁多咁樣咯，係唔好意思大家。所以就完嘅啦，係都 OK 嘅啦。拜拜，我這邊可以了。